艺术家蔡志忠的漫画作品是一老一辈人的记忆。近时开始中国国策经典漫画之声，即马这的作品伫台南市的东门美术馆就看会到。蔡志忠在我们两岸三地它具有甚至于全世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。他卖过的漫画书超过5000本以上，5000万本以上。这次馆方更甲中国河北艺术家将来作品做伙展出。伊的画作拢是以猪仔为创作题材，为仿保留中国水墨画的精气神，同时结合西方技法，是中国绘本创作新生代的代表。和蔡志忠老师合作呢，不是第一次了，而且蔡志忠老师跟他的作品一样，都是自由自在的，他有一颗全神贯注的灵魂，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，我们会感觉很干净，也没有杂念。蔡志忠老师呢，影响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人，包括我自己。两位艺术家的作品拢是以插画为主，线条拢非常灵动，在中国拢有一定的知名度，让人看了非常舒适。该展览只展到10月24号，同款有线顶展景，欢迎民众前往参观。台南市民生活采访报道。